我哋今日一條片嚟搞清楚中東啲勢力嘅前世今生啊，會比較長。But learning is a long journey. You need to be patient 啊。我哋睇下地圖先啊。中東咧係亞洲嘅一部分，歐洲佬咧叫做東方嘅中部啊，好撚求其個名啊。但 Middle East 呢個名咧就係咁嚟嘅。呢個地方咧係人類文明嘅發源地之一啦啊，就係而家嘅伊拉克啦啊。幾千年以嚟咧，英國帝國咧喺度上上落落，而最近一次大分裂咧就係歐洲佬搞出嚟嘅。佢話分中東嗰陣咧，完全唔係考慮什麼語言啊、民族啊、地區認同嘅，就只攞張圖咧喺度畫嘅啫啊！得啦，呢度就係你嘅咁樣。後尾歐洲佬咧散水啦，但佢哋畫嘅嗰啲線咧仲喺度嘅，成咗而家中東各界嘅框架。今日嘅古仔咧，我就從1930年開始。喺嗰陣咧，美國佬喺中東咧冇乜存在感嘅，但美國一家石油公司咧，唔知係咪諗壞腦啊，所以中東嘅沙漠度咧揾石油嘅，嗰邊沙漠咧大到無倫啊，而且咧佢仲唔知嗰度咧有冇石油添。再而且咧，嗰邊沙漠咧係屬於一個咧好撚保守嘅王國沙特嘅啊，伊斯蘭嘅聖地咧又喺嗰度嘅，佢哋皇室咧就好撚封閉、好撚保守嘅，唔中意外人嘅，尤其唔中意嗰啲咧唔同信仰嘅異教徒嘅。但呢間公司咧唔知用咗咩手段啊，居然水咗沙特皇室咧俾咗100萬平方公里嘅地佢咧嚟勘探嘅。啊，嗰幾年啊，佢哋賭贏咗。喺1938年咧，佢哋喺沿海嘅沙漠度咧揾到石油，於是整個30年代啊、40年代啊，美國啲石油工作人員咧拖家帶口咁樣咧湧埋去中東嘅。喺沙特油田附近咧搞咗個美國城出嚟嘅，裏面有冷氣啊、有醫院啊、有電影院添嘅啊，仲會俾啲女咧喺嗰度為所欲為嘅。呢啲嘢咧喺當時嘅沙特咧係匪夷所思嘅，係違法嘅。好多沙特佬咧以有小老母嘅，但唔寬咧還唔寬啊！啲石油係咁噴出嚟。錢多到咧，條沙特佬咧，娶4-5條女咧，都不在話下嘅。有車揸，有波，跟住美國政府咧就揾沙特皇室傾啦。啲石油噴到咁歡樂，不如俾我哋喺附近搞個小型軍事基地嚟啊！保啲石油之餘咧，順便保護埋你老人家咁樣。沙特皇室心諗啊，起基地又另一回事喎。有一個啲人咧又喺度屌孖七蟹嘅，話你美國佬點樣亂石咁嚟。但石油咧實在太賺錢啦，沙特皇室咧富到不得了嘅，唔可以冇呢條水啊！萬一真係有啲傻閪過嚟搞破壞咁咪碌實。於是佢哋咧就同美國佬講啦，起基地咧可以嘅，但有2個條件。第一個咧就係你哋唔可以咧俾外人知，唔可以插旗喺嗰度啊，只要喺門口度咧掛個牌仔，丟唔丟咁樣。美國佬話丟你。第二啊，基地嘅承建商咧要係沙特嘅公司。丟唔丟咁樣，美國佬咧又繼續丟你嘅，就咁啊！未講中東咧，第一個軍事基地咧就出咗嚟啦，就喺油田旁邊嘅啫嚇。而呢個軍事基地咧嘅承建商咧係一間叫做本拉登嘅公司，老細咧叫做穆罕默德本拉登啊，佢有個仔嘅叫奧薩馬本拉登。大家都知係邊個嚟㗎啦？美國佬一開始咧，即係為咗石油咧入中東嘅，冇其他任何嘅想法嘅。但去到50-60年代，冷戰開始啦，雖然佬咧拉攏啲中東國家咧搞共產主義嘅，咁呢個 moment 咧，美國佬就唔同玩法啦。當時喺伊朗咧有一個民選嘅領導人嘅，美國佬覺得佢咧好似幾賴蘇聯咁樣喎，於是咧就同英國佬合作，直接推翻咗咧當時嘅伊朗政權。扶植咗另一個咧親美嘅獨裁政府上嚟嘅，因為啱立國冇幾耐嘅以色列咧又周圍搞事啦，得罪晒啲隔離鄰舍，俾人撳住嚟砌嘅嚇，搞唔掂啦，於是就揾美國佬咧叫救命啦。美國嘅政治咧，猶太人咧有好大話事權嘅，於是美國佬咧就幫拖啦嚇，又送錢又送飛機又送人過去撐以色列嘅，打到啲阿拉伯聯軍咧叫晒眼咩啲，跟住咧又抹石油危機啦。嗱呢度轉話題啊，翻返去阿穆罕默德本拉登嗰度啊，嗰間公司咧。一有保護傘射住，越做越大啊，越嚟越有錢嘅，所以佢有22個老婆，54個仔女嘅。其中一個咧，個奧薩馬本拉登嘅咧大個咗啊，佢見到伊朗啊俾美國佬搞政變，以色列咧又咁樣搞巴勒斯坦人，但自己嘅家族咧同美國佬咧又咁撚 friend，個心咧又撚唔舒服嘅。我哋中東呢個聖地，憑咩俾啲超級大國嘅魔鬼入嚟搞搞震啊？於是本拉登咧開始咗咧貫穿佢終身嘅鬥爭啊！佢走咗去阿富汗，當時嘅蘇聯咧入侵緊呢個阿富汗嘅，佢想幫阿富汗咧反擊呢個蘇聯。而美國佬見到之後咧就好撚開心啊！終於有個地方咧可以拖住蘇聯佬啦咁樣，於是送錢啊送槍俾阿富汗啲反抗軍，其中咧包括本拉登啊。場仗咧打10年，最尾蘇聯佬咧就撤退嘅。
以10年嘅戰鬥經歷咧，訓練到本拉登啊同佢啲士兵咧抽得到無倫嘅。戰爭結束之後咧，佢翻去沙特，開始周圍籌款，宣傳佢嘅組織啦，基地組織啊，目標咧係打擊所有入嚟中東搞一陣嘅超級大國咁樣嘅。但沙特皇室咧就話啦，大佬我同美國佬合作緊，揾緊大錢喎，啲王子個個買遊艇、坐私人飛機，老婆空姐排住嚟吉，你老味你搞啲咁嘅嘢出嚟，唔得噶喎。於是咧沒收咗佢嘅護照，叫佢 shut up 嘅。跟住去到1990年啦，伊拉克嘅薩達姆咧用石油賺翻嚟嘅錢啊，加入咗當時咧所謂全世界第4抽得嘅部隊啊，入侵呢個科威特嘅，想吞埋科威特啲石油嘅。沙特佬咧即係嚇到腳都軟埋啊！如果收咗科威特，會唔會衝埋入嚟沙特嘅咧？咁樣咁呢個 moment 咧，本拉登咧就請纓啦我 volunteer 我自願出征咁樣，我有班久經沙場嘅士兵好撚抽得嘅，可以幫科威特咧趕走薩達姆。但沙特皇室咧就話啦，咪玩啦你以為抗美援朝志願軍啊？你嗰啲游擊隊點同世界第4打啊？咁樣，本拉登咧就話啦，我哋抽贏過蘇聯嘅喎。但沙特皇室咧就話，咁啊因為你班友咧匿埋阿富汗啲山窿度嘅啫，咪先一輪空襲咧你就咁家產啊，仲得有鐵咩咁樣？而家科威特咧冇山窿嘅。薩達姆咧又發武器，你點樣打啊？用信仰嚟打啊！於是沙特皇室咧拒絕咗本拉登啊，就美國佬啦。呢鑊嘢唔掂啊！你哋快啲 call 人嚟幫拖啊咁樣。於是美國佬咧癲緊咗咁樣嘅，吹咗37個國家嘅聯軍咧，有航母、有轟炸機啊，幾個禮拜一彈殘咗薩達姆嘅啊！沙特皇室咧感動到嗨咁樣嘅。原先咧仲喺石油分贓上邊咧講緊數嘅，但而家咧美沙兄弟情咧又翻嚟。跟住美國佬咧，沙特咧食住個勢，就起咗好多軍事基地出嚟。呢個做法咧，本拉登咧嬲到爆嘅，自己國家拒絕佢，不單止啊，到底佢咧仲係佢視為魔鬼嘅美國嘅，做咗美國食住上蠶食自己嘅國家啊。於是咧，佢咧正式咁開始咗咧自己一生嘅討伐美國嘅事業啦。佢離開咗沙特啊，開始搞呢個全球襲擊嘅。佢有錢又打過仗，擅長呢個戰術規劃嘅。去到90年代尾，插咗911出嚟嘅。咁1979年啊，伊朗革命咧推翻咗咧美國佬搬上台嘅獨裁國王啊，加入咗伊斯蘭共和國嘅霍梅尼咧，想輸出呢隻革命啊，周圍咁號召隔離左右咧推翻自己啲領導人嘅啊，沙特同伊拉克咧慌到無倫嘅。於是薩達姆咧首先出手啦，覺得咧伊朗革命之後咧個部隊咧會好空虛嘅，呢個時候打伊朗咧可能有啲機喎咁樣。於是咧1980年嘅9月份咧，佢派兵咧入侵伊朗嘅。但波斯人嘅抽得咧唔係開玩笑㗎，薩達姆咧以為可以閃電戰咁樣咧搞掂伊朗。但我哋呢條片咧都講過伊朗嘅地形嘅，未攞入去咧有去冇回嘅，何況伊拉克咁樣。呢場仗咧打8年，兩邊連化學武器咧都出埋嚟㗎啦。伊拉克咧甚至一次過咧毒死咗5000個庫爾德嘅平民嘅。美國佬咧冇譴責㗎，甚至啲化學武器咧就係佢哋咧提供俾伊拉克嘅，因為當時嘅伊朗咧係美國中東最大嘅敵人。所以呢場仗咧，從伊朗國內咧打到海上面嘅，雙方亂射咁肥呢個火箭炮咧炸波斯灣嘅油輪啊！最尾咧喺1988年咧停火嘅，邊界冇變到，乜實都冇變到，但死咗8、9幾萬人嘅。呢場戰爭咧，伊朗咧係俾人孤立㗎，於是令到佢咧唔再相信咧一個外部嘅世界，認為只有核武咧先有保命嘅，跟住係出力咁樣發展核武。而薩達姆咧唔夠錢打仗，但科威特咧借咗好撚多錢嘅嚇，唔想還，於是2年之後咧入侵科威特，打算佔領咗佢之後咧就走數嘅嚇，於是咧引發咗咧第一次海灣戰爭。跟住時間咧去到2002年啊，英國嘅 MI6 嘅話事人咧去咗華盛頓咧同 CIA 局長咧傾偈嘅。佢翻到倫敦之後咧就同英國首相講，美國準備咧向全世界呢個晒機藥，無論如何咧都要入侵呢個伊拉克嘅啦。佢哋已經咧決定咗㗎，而家咧就喺度咧搞啲假情報咧嚟推動呢場戰爭嘅。呢個咪咪會議咧後尾泄露咗出嚟啊，叫做唐寧街備忘錄。咁美國佬咧作個古仔，話伊拉克有大規模嘅殺傷性武器，薩達姆咧同基督組織咧有聯繫。咁喺2002年嘅9月份啊，佢哋要求國會咧授權佢哋咧開波打伊拉克嘅。但國會一個睇呢個情報評估嘅，於是 CIA 1-2個禮拜咧砌咗份咧假嘅報告出嚟嘅。話伊拉克有大量商業武器，有核計劃，炸咗以色列，又話支持基地組織咧，全世界咁炸，咁話係美國喺中東嘅利益，實實咁樣啊，就咁啊。美國咧入侵伊拉克啦，但打咗10年，
死咗幾廿萬伊拉克人，連美國佬咧自己重傷嘅。阿鮑威爾咧，即係攞住個麵粉個友都話我後悔啦，我提供嘅信息咧係錯嘅，但唔打咧都打緊咗啦，唔應該死嘅人咧都死緊咗啦，歷史咧係翻唔到轉頭嘅。喺中東咧有一個民族叫庫爾德人嘅，係中東咧最大嘅但冇國家嘅民族嚟嘅，有自己嘅語言啦、文化咁樣嘅，一直嘅夢想咧就係建國嘅。但歐洲佬咧當年畫蛋糕嗰陣咧，我畫到國家俾佢哋嘅，就仆街度咧將佢一開五嘅啊！依家上個世紀咧，佢哋周圍咁起義嘅，但都俾當時嘅政權咧鎮壓住嘅啊！薩達姆咧甚至用化學武器咧伊朗度咧屠佢哋添嘅。頭先咧我哋都講過啦，美國佬咧當時係支持薩達姆嘅，所以無論佢殺幾多人咧都唔出聲啊！但喺2003年咧，美國佬轉頭咧打呢個薩達姆，又再去揾庫爾德人咧幫手啦。而庫爾德人咧戇鳩鳩咁樣咧真係幫嘅，即係美國佬話：如果剷平薩達姆之後咧，我哋支持獨立咁樣嘅。點知打完仗咧，又驚破壞呢個伊拉克嘅穩定，唔支持獨立啦。去到2011年嘅敍利亞內戰啦，庫爾德民兵咧乘機控制咗敍利亞北部嘅，呢邊有機會獨立啦吧？美國佬咧又揾嗰隊幫拖咧打 ISIS 嘅，話打完之後咧撐你啦咁樣。但當時嘅土耳其咧唔歡呢啲庫爾德人嘅，佢哋咧幫美國佬打完 ISIS 之後咧，美國佬就撤軍啦。土耳其咧即刻過去咧炸咁加㗎，美國佬咧又丟低佢哋唔理嘅，所以呢班友咧而家爭到美國佬嗨一樣嘅。嗱喺2007年啊，一份報告咧泄露出嚟嘅，一個以色列嘅軍事情報人員咧話俾美國大使聽，如果哈馬斯接管加沙咧，咁以色列咧會好撚開心嘅。個理由就係咧，因為咁樣咧，以色列咧就可以將加沙咧當成係敵對嘅地方啊，可以封鎖佢，炸佢老母，唔使承擔任何嘅責任嘅。呢班文件咧暴露咗以色列咧幾十年嚟嘅策略啊，就係要蠶食巴勒斯坦嘅領土。喺1990年啊，有個叫奧斯陸協議嘅嘢咧，係俾咗巴勒斯坦人咧一啲自治權嘅。但當時以色列總理咧阿拉賓咧，俾右翼嘅以色列人咧刺殺咗嘅。咁當地和平嘅進程咧就收咗皮啦。跟住右翼嘅內塔尼亞胡咧就上台啦。佢公開反對呢個巴勒斯坦咧建國嘅，佢話我要打殘巴勒斯坦人，要佢哋痛苦到不得了。佢嘅策略就係要令到哈馬斯咧控制加沙，同時咧搞到西岸嘅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咧半廢嘅，咁樣巴勒斯坦人咧就會分裂啦，冇辦法咧講建國呢啲咁嘅嘢嘅。佢甚至咧喺2018年啊，揾人將幾個裝滿晒現金嘅箱咧運入去加沙。即係意咧，俾哈馬斯攞咗嘅，因為佢哈馬斯咧冇錢啊，佢需要哈馬斯啊嘛。因為只要哈馬斯譬如火箭咧，先有藉口咧打翻轉頭嘅，繼續咁樣蠶食巴勒斯坦嘅土地。啊，終於喺2023年咧，佢願望達成。啊，哈馬斯放咗咧史無前例嘅襲擊嘅，死咗1900幾個以色列人。而家加沙係咩環境？我諗有睇新聞嘅朋友都知嘅。跟住咧，我哋講下真主黨啊。1982年。以色列咧入侵呢個黎巴嫩嘅，咁黎巴嫩嘅南部咧，當地嘅穆斯林咧可能唔忿氣咁樣俾人輪嘅，於是喺伊朗嘅支持下邊咧，成立咗真主黨嘅。伊朗出錢出槍出力咁樣培訓佢哋啊，真主黨咧宣誓效忠伊朗嘅最高領袖啊。真主黨咧係民兵組織，又係政黨嚟嘅。2000年以色列咧撤出呢個黎巴嫩南部，真主黨話咧係自己趕走佢嘅啊，即刻成為咗咧當時阿拉伯世界嘅英雄。喺2023年啊，真主黨咧支持哈馬斯。肥火箭炮咧係以色列嘅，點樣知以色列咧就落死過佢，肥翻轉頭仲炸死咗佢咧幾廿年以嚟咧嗰個大領導添㗎。嗱，呢個就係真主黨啦。咁1990年啦，喺也門嘅北部咧有班後生仔咧反對呢個政府嘅腐敗啊，反對沙特咧影響也門嘅，想喺也門度咧搞場伊朗咁嘅伊斯蘭革命出嚟嘅。呢班友咧就係胡塞武裝啦。咁搞咗之後啊，美國搞呢反恐戰爭，也門嘅總統咧配合美國佬咧打擊呢個基地組織嘅。胡塞武裝咧仲公開咧批評佢添啊。咁去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啦，也門總統咧被逼呢個落台嘅，胡塞武裝咧趁機呢個擴張啊。2014年咧佔領咗也門嘅首都嘅。咁2015年沙特咧搞咗個聯軍出嚟炸佢老母嘅，試圖咧復翻原來嘅也門政府嘅。美國佬提供後勤啊、情報啊同埋武器嘅，而伊朗咧就提供導彈啊同無人機啊俾胡塞武裝嘅，炸交翻沙特嗰啲城市啊同埋聯軍嘅石油設施嘅，炸下咧聯軍裏邊嘅聯友話咧我唔玩啦嚇，但轉頭咧喺也門南邊咧又支持另一個分裂組織嘅，也門咧徹底分裂啦！呢場仗咧打咗好多年下嘅，死咗幾萬人嘅，幾百萬人咧流離失所嘅，成為咗當時啊最大嘅人道主義危機。喺也門下邊啦，紅海嘅曼德海峽咧
有國家咧叫做吉布提嘅好撚細嘅啫啊，除咗沙亞同駱駝啊乜實都冇㗎啦。但佢個位咧就靚到無倫嘅，全球30%集裝箱船咧都經過門口㗎。咁啊，19世紀歐洲殖民年代咧，法國佬係第一個咧喺嗰度建立基地嘅。咁吉布提獨立咗之後咧，佢又俾法國咧喺嗰度駐軍嘅，換錢換糧換保護啊。9·11之後咧，美國佬話我又要我俾錢咁樣嘅，吉布提咧就同意咗嘅。而家美國喺非洲唯一一個永久軍事基地咧就喺嗰度啦。跟住日本咧又過埋去，係日本海外唯一嘅軍事基地啊。意大利啊、西班牙啊、德國啊都唔笨實啊，全部走晒過去。咁2017年咧，中國都去埋嘅，佢入咗第一個咧海外軍事基地嘅，就喺正美國隔離嘅啫啊！中國嘅玩法咧唔同其他國家嘅玩法嘅，中國幫吉布提起鐵路啊、起港口啊、整管道啊咁樣嘅。而家吉布提咧差中國唔知幾多億個嘢數㗎，還唔起嗰隻嘅。好多國家咧想控制吉布提最大嘅港口嘅，但因為中國口碑好，真係搞建設唔搞人哋，所以最尾咧個港口經營權咧係落咗中國度嘅。呢個咧同巴拿馬、李嘉誠嗰啲私企咧唔同性質㗎，除非開大片，係先咧冇人做得走嘅，因為我哋有兵喺嗰度。呢啲就大致嘅中東故事啊，從歐洲佬咧隨便劃線開始，到美國佬咧為咗石油教去中東，再到冷戰啊、兩伊戰爭啊、海灣戰爭啊、伊拉克戰爭啊，再到而家代理人戰爭啊、恐怖主義啊，加埋難民潮，每一次西人插手咧，包括俄羅斯啊、蘇聯呢啲啊，同我哋唔同樣嗰啲啊，每一次佢哋插手咧，中東咧都碎一次嘅，而最尾埋單嘅咧，永遠都係咧我哋啲普通人啊。好啦，今日唔插廣告啊！咁咧，仲有朋友咧，篤我櫥窗入邊咧就見到㗎，乜15常米啊、大蝦辣啊、午餐肉、海鮮餃子啊、成年限量酒啊，喺晒裏邊嘅，自己篤漏唔到係。下次見，拜拜。